这两题拢是照碰过的迄个身份所出的。为恁哪会讲？头一支片嘛是伊，第二碰嘛是伊。但是出一字头无公平。虾米康？嘿，记得。虾米康？哦，这个有人知影哦，下面来写哦。写正确的台语字哦。这边咱无想到，咱拢点字字咧。哎呦，来，好来，咱少年出头天先来。你的答案是？出头天，你的答案是？片汤、片汤、片水、片赛。前我即摆讲有小可心意，你知哦？为什么？因为写完我就感觉唔对哦。哎，无定就是对的哦。你有主讲安尼吗？片好来，不要紧哦。我来问老师先。老师。片康。因为台语的正字啦吼，好不要紧，咱看老先角这边。这边有答案无？星期姐嘿。哦，你的答案是？来。片什么话？片芳，哎，片晒，哈，片水，吼，本人的片康。对啊，天哪，你讲唔知，我嘛唔知要安怎。是啦，现场已经演过一摆啊，嘿。好，是这片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当然啦。咱台语的这个片吼，是。除了是咱身躯顶面这个物件以外，咱嘛会使做动词用。动词。动词有当要片看什么味？是。吼，所以咱第一个词是片芳，就是片到迄个芳味啦。不过咱台语讲片芳，一般是你讲我有好的物件，我互你看，互你欣赏，但是我无要送你，所以讲互你片芳一个。是。安尼，哦，过来咱讲片康就是咱片仔这两空，咱咧喘气的这个空。片水就是咱若感冒的时吼。可能也是讲寒的时啦吼，内面有水会滴落来，迄叫做片水讲老。啊，过来片晒就是咱片内面吼，嘿，有一款物件伊坚皮啊、重定啊吼，啊咱甲扛出来，迄叫做片晒啦。是。哦，啊囡仔人有时会去扛片晒来食，因为食到咸咸。对。哦，啊这叫做片晒。是。好，来，上诶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粉、什么橙、什么意、什么色咧？是，中迄字到底是啥咧？混成西意哦。好，来，那是伊啊。开始写哦，写完就开始大家吃哦。是啥物粉？哎呦。是啥物橙？哎呦。是啥物色？是啥物意？先下。哎，先写。哎呦。哦。少年那个写好啊。来，少年啊，咱看一个少年的哦。好，来。少年的是不是伤冲动？没吼。来。就是这个啦。哦，这里是什么字？碰。嘿，来念一个好不好？碰粉，碰橙，碰西，碰意。哦哟。这个碰，伊念的是对的啦。无唔对。啊，字是对。我字嘛对吼。我讲字对。我唔知影，爱问老师哦。老师，这个碰敢对？哎呦，你都跟离婚了，老生角啊啦！好来，老生角。你。哎，碰过，你个连到起点，对。哦，这里碰甲这里碰。是水里边甲肉里边呀？无共款的哦。好，来，老师这肉里边的对唔对？这个正确。哦，因拄则写这字吼，伊的音唔是碰啦，哦，伊的音是碰啦。碰啊，还是讲平湖的平啦，哦，但是无念做碰啊。不过因讲的是碰对啦，因讲了对，但是写了唔对啦。是。哦，啊对面那边的写才是正确的字。咱即马教育部规定的字就是因写迄字。啊，你安尼片康嘛输人，啊碰嘛碰输人，安尼要安怎？少年的咱一定爱出头天啦。这两题拢是照碰过的迄个身份所出的。哎，为恁哪会讲？头一支片嘛是伊，第二碰嘛是伊。但是出一字头